各位叔伯兄弟，街坊鄰里，食飽飯未？擔張凳仔，埋啲嚟聽個古仔。今晚唔講三國，唔講西遊，淨係講一單舊時清遠石角墟嘅真人真事。呢單嘢發生喺民國初年，北江邊條福寧巷，主角就係俾人叫做燈心寡婦嘅細蓉姐。嗰陣時，北江啲水仲係黃濁濁，秋霧一起就似浸過死人衫嘅棉胎，又濕又重。細蓉姐守寡嗰年，先至得20出頭，佢老公梁亞水係北江上嘅船佬，話係遇着暗流翻船，屍首都撈唔返，梁家冇丁，細蓉姐就咁頂住頭家，靠鳳寶同賣鹹酸菜過活。屈指一算，到咗今年秋亮，啱啱好8年。呢8年嚟，每逢初一15，啲街坊都見佢拎住碟溪剪，行去江邊，對住滾滾黃泥水講幾句說話。啲人話佢傻，話佢痴，但細蓉姐由得人講，佢間屋嘅大廳常年點住盞細油燈，燈芯用嘅係佢亡夫生前着過嘅衫褲拆出嚟嘅棉線，話係等遊魂認到路返屋企。啲細路唔懂事，叫佢燈心寡婦，大人聽到即刻喝止，話呢啲嘢唔准亂講。但奇怪就奇怪在，守到第8年嘅清明前後，細蓉姐開始晚晚發同一個夢，夢入面佢老公梁亞水濕淋淋企喺廳中間，成身掛滿乾棗，塊面浸到白脹晒，但係對眼就好清，望住佢，嘴一擘一擘，講極都聽唔到聲。一連7日，晚晚如是。細蓉姐唔係細膽嘅人，但呢鋪都心寒，於是去隔離村揾個體香嘅盲婆。盲婆聞完佢帶去嘅亡夫舊衫，拈過手指，話佢有說話要交代，但陰陽隔障子，佢講唔到，你聽唔到，除非你俾佢過門，做佢名正言順嘅梁家人。點過門？盲婆話冥婚，沖開嗰層隔膜。細蓉姐初頭唔肯，話守寡8年再嫁俾個死人，仲要係自己亡夫，好似翻煎餅咁怪。盲婆就話你同佢有夫妻之名，無夫妻之實。當年拜堂未？你入門前腳踩後腳，佢就出船，3朝回門都未做，係都唔係？呢句說話篤正細蓉姐心口。當年為咗沖喜，一切沖簡，連合緊酒都係用茶袋。梁亞水臨出船嗰晚，仲話等我返嚟補返封大紅包俾你。點知一遇成視，盲婆擇好日子，就定喺重陽後第3日，話係重陰逢陽，通關之期。細蓉姐將自己間屋布置成新房，紅紙剪雙喜，但貼嘅位全部要反轉，喜字向牆。佢用紅繩紮起亡夫件灰色長衫，放喺床上面，當係新郎官。本來唔想張揚，但唔知邊個漏風聲，成條墟都知燈心寡婦要嫁鬼。有人話佢黐線，有人話佢重情，但更多嘅人係擔定凳仔等睇戲。去到正日嗰晚，天黑得特別快，石角墟啲人食完晚飯，唔知點解個個人都閂實門窗，連街口肉雲吞麵嘅阿狗都提早收檔。佢話今晚啲鳳澀澀地，有陣鹹水味，似北江浸鍋絲嘅味。細蓉姐着住套租返嚟嘅紅裙褂，但頭上無合頭巾，戴嘅係一朵白絹花，話係大孝沖喜。大廳香案上擺住梁亞水嘅靈位，仲有一對新買嘅手指公咁粗嘅大紅炸竹。吉時一到，細蓉姐對住靈位拜3拜，將亡夫件長衫攬住，自己同自己交杯，飲嘅係黃酒溝江水。正當佢念住將件衫放上床，準備完成儀式，廳入面嗰對紅燭本來燒得正旺，火苗不直，忽然間啵一聲，左邊嗰支嘅火光由紅轉藍，係一種好似鱗粉燒着咗嘅幽藍色，冰冷嘅光，照得細蓉姐塊臉青白交納。佢呆咗一呆，以為眼花，揉眼嘅時候，右邊嗰支都跟住啵一聲，同樣轉藍，成個廳獨時籠罩喺一片詭異藍光之中。牆上啲反轉弓雙喜，喺藍火映照下，似一隻隻猙獰嘅蝙蝠。細蓉姐心跳到喉嚨頂，但佢記住盲婆嘅吩咐，無論現到咩，唔好叫，唔好走，定神。佢咬實牙關，繼續儀式，將長衫鋪上床，側身坐喺床緣，輕聲講：亞水，你返嚟啦，我等你8年啦，你有咩話講啦。藍焰跳動幾下，忽然恢復反公式，但火光暗咗好多，好似俾人抽走咗一半陽氣。細蓉姐鬆一口氣，正想起身添香，佢無意中抬頭一望，就係呢一望，望見掛喺牆上面嗰幅亡夫遺像。
佢清清楚楚現到，胃像入面嗰對眼流出兩行黑液，似墨汁又似濃稠嘅血，沿住畫紙嘅紋理慢慢流落顎骨，滴答滴答落喺青磚地上，開兩團深色嘅濕印。呢個時候，世容姐成個人彈起，喉嚨好似俾人揸住，叫唔出聲。佢退到牆角，死死氣望住嗰幅像，黑淚流過嘅地方，炭筆嘅線開始融化，亡夫個樣好似喺水底咁扭曲。然後佢聽到一把聲，唔係耳仔聽到嘅，係直接喺腦入面響起嘅聲，沙啞潮濕，好似浸咗水8日8夜嘅爛木頭摩擦聲。細細聲講咗3個字：我冇過橋。嗰夜之後，世容姐先至知道，原來死咗8年嘅人係可以返嚟喊嘅。而呢單冥婚原來只係一個開頭。世容姐印到嗰3個字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掟入冰水咁，由頭皮凍到腳趾公。冇過橋，佢喺北江邊住咗咁多年，點佢唔知呢句話嘅意思？橫水渡啲船佬最忌講呢句，所謂過橋唔係真係過橋，係指人死之後魂魄要過奈何橋。如果一個死人話自己冇過橋，即係話佢魂魄仲滯喺陽間，過唔到嗰條去陰間嘅路。點解過唔到？原因得一個，死得唔乾淨，或者有嘢未交代。世容姐終於喊得出聲，佢撲翻去靈位前跪低，對住遺像嗰兩行未乾嘅黑淚，聲都震晒。阿水，你係咪未飲孟婆湯？你係咪仲記住當年件事？你係咪俾人害死㗎？當年米船翻沉，官府話係遇上暗流，船身撞碎，3個船工得1個生船，就係掌舵嘅大頭福。大頭福返到嚟話嗰晚大霧，阿水企喺船頭睇水，忽然一個浪打埋嚟，人就冇咗。世容姐當時傷心過度冇細問，後來想追問，大頭福已經搬走咗，遺像入面嘅黑淚繼續流，但速度慢咗，似要乾涸。世容姐抹乾眼淚，企起身對住遺像講：你係要我幫你查？黑淚停咗，紅燭嘅火苗恢復返正常，但明顯矮咗一大截，燒得好快。燭淚似血咁一滴滴落喺燭台。世容姐知道呢件事只係開始，亡魂等咗8年，終於等到通關之期借冥婚嘅庵氣現出身形，就係為咗一個字冤。佢吹熄公燭，聽入面剩返嗰盞長年唔熄嘅油燈，燈火跳咗2跳，好似從一口氣咁。佢將亡夫件長衫疊好，放入舉。臨瞓前，佢去井邊打水洗面，井水照出佢塊面，眼肚泛青，係驚恐過度嘅跡。佢望住井底自己嘅倒影，忽然覺得倒影嘴角微微向上翹，笑咗一下。世容姐嚇到將木桶掉咗落地，再望多眼，倒影正常返，但佢知道呢間屋唔再係得佢一個人。第2日天光，世容姐冇同任何人講昨晚嘅事，佢照常去墟市買香燭。經過大頭福以前住嘅屋，間屋已經換咗人，新租客話舊年先搬嚟，唔知上手業主去向。世容姐問多2句，隔籬雜貨鋪嘅老闆娘口水真拉住佢，細聲講：你仲揾大頭福做咩？佢舊年死咗啦，聽講喺三水嗰邊飲醉酒跌落涌，浸死㗎。世容姐心頭一震，浸死又係浸死，北江嘅水好似佢追住人嚟收。佢返到屋企，抄開床下低個樟木籠，入面堆滿阿水嘅舊衫褲，幾本佛王嘅通勝，一紮船籃。佢撥開雜物，喺籠底摸到一本藍色硬皮嘅簿面被水漬浸到佛像起毛，一揭入面嘅毛筆字化開咗好多，但隱約睇到。世容姐逐頁睇，大部分都係尋常記錄，某日載米幾多包，某日水位幾尺，邊個船工當值，直到最後幾頁字跡開始亂。阿水似乎寫得好急，有一頁寫住8月17夜泊蘆苞，現一人立於岸邊，白衣無面，招手，全船人皆不現，唯吾獨現。大頭福話我眼花，但我知唔係。世容姐心諗呢個白衣無面嘅，應該就係北江傳說中嘅水鬼人。專揾時運低嘅船工，再揭多頁，寫住8月22，大頭福同我講，話呢水貨有蠱惑，話船底藏咗私貨，唔係米，係鐵。我問佢邊個叫佢咁做，佢話唔講得，話個密人大，我哋得罪唔起。我話要報官，佢就變面，話我若揚聲，就推我落江餵魚。世容姐睇到呢度，手都震埋。原來阿水發現咗大頭福偷運私貨，可能係鐵器、鹽、
甚至鴉片。北江上游接連廣西，古時走私猖獗，亞水話要報官，結果第二日就意外揮江。邊個係背後指使大頭福嘅人物？世容者搜完成本簿都揾唔到名，簿最後只有一句，字跡歪斜，似係極度驚恐或者臨終前寫嘅。佢話：若我死，必化賴鬼尋仇，但若我過唔到橋，容妹點算？後面仲有幾個字，但墨跡化開，完全睇唔到。世容者合上簿，眼淚又飆出嚟。原來亞水死前最掛住嘅都係佢過唔到橋，可能就係因為應承過返嚟補反封大公包呢句說話，結果8年都未能兌現，怨氣積聚，變咗水鬼。但水鬼要點先過到橋？孟婆講過，枉死嘅水鬼，除非揾到替身，否則永遠喺水底徘徊。但亞水寧願等8年，借明分通暗器現形，都冇害過一個人。佢根本唔想揾替身，佢只係想有人幫佢伸冤，等真相大白，佢先可以瞑目過橋。世容者將船簿收好，行出廳，望住牆上面嗰幅遺像，黑淚已經乾咗，留低2道深色嘅痕，似2條永遠流唔完嘅河。佢對住遺像講：亞水，你放心，我幫你查，邊個害你，我抽佢出嚟。油燈嘅火苗輕輕搖咗一下，好似點頭咁。世容者知道呢條路唔易行，但佢守咗8年寡，等嘅就係呢一日。佢換咗件深色衫，紮好頭巾，鎖好門，行出福寧巷，巷口嘅榕樹頭，幾個亞伯喺度捉棋，見佢經過，都停低手望住佢。世容者冇理，一直行，向住碼頭方向去。佢要去蘆苞，亞水本船簿寫住嘅最後一個泊岸地方，就係蘆苞嗰度。或者佢有人記得當年嘅事。北江嘅風迎面吹嚟，帶住一股腥腥嘅濕氣。世容者企喺碼頭邊等船，望住渾濁嘅江水，忽然覺得水底有對眼，靜靜咁望住佢。佢冇驚，只係對住江水講多一次：等我。世容者搭嗰隻花尾渡，由石角去蘆苞，行咗大半日水路。北江呢段河道，兩岸淨係望到嘅都係低矮嘅竹林同埋蕉田，間中有1、2間破舊嘅土地廟，香火疏疏落落。嗰日天陰，江面無縫，水色渾得似一煲煲咗好耐嘅藥渣。船尾嘅黑煙直直升上半空，散都唔散。世容者一個人坐喺船尾，抱住個藍布包袱，入面收住亞水本船簿。佢望住船底挖開嘅水紋，諗起亞水當年就係喺呢段水域沉落去，唔知浸咗幾耐先被沖走。船到蘆苞墟，已經係黃昏。呢個碼頭比石角墟嘅大，但更破落，好多舊屋嘅檐角都塌咗，牆腳生滿青苔。世容者問人：當年亞水泊岸嘅碼頭喺邊？有個喺岸邊執爛鐵嘅亞伯指住下游一處爛石壆，話：嗰度啦，以前叫大廟碼頭，旁邊有間天后廟，但舊年火燭燒咗。世容者行過去，果然見到一堆燻黑嘅磚石，廟嘅木樑燒到正反炭。佢喺廢墟入面揾到半字石碑，上面刻住天后元君4個字，字縫入面刻滿黑灰。佢企喺碼頭邊，掏出船簿，對住江水念亞水寫嗰段關於白衣無面嘅記錄。念完，江面忽然起風，原本平靜嘅水沖起波浪，浪花拍打石壆，濺起嘅水珠灑喺世容者面上，鹹嘅、腥嘅。佢抹面之際，望見遠處江水中央浮住一團白色嘅影，似人形，但冇五官，就似一件白色長衫浮喺水面，隨波蕩漾。世容者記起亞水簿入面寫嘅白衣無面招手，心口一緊，佢忍住驚冇走，反而大聲問：你係咪引亞水嗰個？你究竟想點？白衣冇反應，只係慢慢向世容者嘅方向飄近，飄到離岸10幾尺嘅地方停低。世容者睇清楚，嗰件白衣下面好似係空嘅，但領口位置隱約見到一個黑色嘅漩渦，不斷旋轉，似一隻眼。佢腦入面忽然閃過孟婆講過嘅一句：水鬼人其實係死於水難嘅怨靈聚合體，無面，因為佢哋嘅面目已經被水沖走。佢哋引生人落水，係為咗令自己嘅怨氣有寄託，但佢哋從來唔會主動害人，只係等人應佢，應咗就會點。世容者唔敢諗，但佢冇應，只係企喺度對望。過咗一陣，白衣慢慢沉落水底，消失，江面回復平靜。世容者抹一額汗，
知道呢次盧包之行，雖然冇揾到直接證據，但至少證明咗亞水嘅記錄係真。呢段水域的確有古怪。佢臨走前喺天后廟廢墟執咗一塊燒淨嘅瓦片，上面印約有個良字，佢覺得係亞水俾佢嘅信物。第二日，世容者冇即刻返石角，而係去咗盧包墟尾一間茶居。呢間茶居叫得間居，門口掛住塊褪色嘅布幡，入面坐嘅都係啲老船工同碼頭苦力。世容者要咗一中普椅，兩件白糖糕，坐喺角落頭，豎起耳仔引人傾偈。隔離台兩個着住舊唐裝嘅亞伯喺度講緊舊事。一個光頭嘅話：你記唔記得10年前單米船翻沉，死咗個後生仔？另外一個衰伯嘅黏住煙斗，點佢唔記得？嗰單嘢古怪到極，明明風平浪靜，點佢無端端沉船？光頭亞伯壓低聲：聽講嗰條船底藏咗嘢，唔係米，係鐵。有人報官，結果個報官嘅就沉咗。白須亞伯點頭。後來嗰個船老大叫咩福嘅，收埋剪就走咗。聽講佢背後有人。世容者聽到呢度，揸住茶杯嘅手都震埋。佢鼓起勇氣行埋去嗰帳台，禮貌咁問：兩位亞伯，請問你哋講緊係咪10年前梁亞水單意外？光頭亞伯抬起頭打量佢幾眼：你係？世容者話：我係梁亞水嘅老婆。兩個亞伯對望一眼，面色變咗變。白須亞伯問：你仲查呢單嘢做咩？都過咗咁多年。世容者坐低，將亞水本船簿攤開，指住嗰幾頁記錄俾佢哋睇。光頭亞伯戴起老花鏡，睇完嘆咗一口氣，原嚟佢有寫低。當年我哋都知大頭福有古怪，但冇人敢出聲。嗰陣時盧包呢邊最大嘅米商係梁伯，佢啲米船成日半夜裝卸貨，裝嘅係米定係鐵，大家心照。白須亞伯接住話：梁伯勢力大，碼頭佢話事，邊個敢得罪佢？亞水後生仔唔識死，話要報官，第二日就出事。我哋呢啲老嘢，淨係咁背後講兩句，邊個敢企出嚟？世容者問：梁伯而家呢？光頭亞伯話：死咗幾年啦，聽講係病死，但佢啲仔女仲喺清遠開米鋪，間鋪叫梁裕記，大過以前。白須亞伯捏滅煙斗，望住世容者：後生女，我勸你唔好再查。梁伯雖然死咗，但佢啲人脈仲在，你一個女人仔鬥唔過。世容者收好船簿，多謝兩位亞伯，起身出茶居，行到門口，佢停低腳步，回頭問多一句：兩位亞伯，你哋信唔信有報應？光頭亞伯冇答，只係端起茶杯，望住杯中嘅茶渣。良久先講咗句：北江嘅水有眼嘅。世容者行出茶居，盧包墟嘅街道已經點起路燈，昏暗嘅黃光影喺濕漉漉嘅石板路上。佢望住自己嘅影子被拉得好長，忽然覺得呢條路亞水當年都可能行過。佢企喺路燈下，摸住包袱入面塊瓦片，對住空氣講：亞水，你帶路。夜鳳穿過騎樓柱，發出嗚嗚嘅聲響，似有人細細聲應佢。嗰晚，世容者喺盧包揾咗間憑借客棧過夜，客棧房細，得一張板床一張台，窗口對住後巷。佢瞓到半夜，俾一陣水聲嘈醒，坐起身，窗外有月光照入，佢望見窗台上面濕漉漉一片，好似有人用手拍過。佢行去窗邊，推開木窗，後巷空無一人，只有地上一灘水漬，形狀似一隻腳印。世容者合反窗，坐反床上，冇再瞓。佢點起油燈，將船簿揭到最後一頁，對住嗰句容每點算望咗好耐。天光之前，佢終於決定下一站清遠，佢要繪一繪梁裕記。世容者由盧包搭早班船返清遠，船程比去程短，但佢覺得好似行咗一世咁耐。包袱入面嘅瓦片同船簿沉甸甸壓住心口，佢一路望住兩岸倒退嘅竹林同蕉田，腦入面反復係兩亞伯嘅說話：梁伯勢力大，你一個女人仔鬥唔過。但每次諗到退縮，佢就諗起遺像嗰兩行黑淚，同埋腦入面嗰句我冇過橋。8年，一個男人嘅魂魄喺北江水底浸足8年，過唔到橋，飲唔到孟婆湯，為嘅就係等一個真相。
佢身為佢老婆，如果佢都縮，亞水就真係永遠沉喺水底。船埋清遠碼頭，世容者沿住南門街行，呢條街比石角墟旺得多，兩邊鋪頭欲布匹、欲雜貨、欲藥材，人來人往。佢行到街口，遠遠就見到梁裕記三個金漆大字掛喺記樓底下。間鋪果然大，闊門面，門口兩隻石獅子鎮住，獅子眼鑲住暗公式嘅玻璃珠，日光下透出一種血光。世容者企喺對面街，望住嗰對石獅子，覺得有啲唔對路。佢聽人講過，有啲奸商請風水先生做血獅陣，用動物血混朱砂開光，等獅子開眼。呢種鎮佢招陰，鎮住嘅唔係外鬼，係屋入面嘅冤魂，唔俾佢走出去報仇。佢諗，梁伯死前發噩夢見亞水企喺床尾，可能就係亞水嘅冤魂揾上門，但梁家用血獅鎮住門口，等亞水入唔到屋，只能企喺床尾嚇佢，所以梁伯係病死，唔係嚇死。世容者企喺對面望咗成個時辰，鹽鋪入面出出入入嘅伙計數以十計，有個中年男人着住綢緞衫，企喺櫃台後面打算盤，面色紅潤，睇落似係話事嘅人。佢冇行過去，轉身行開。佢知道硬碰硬唔得，佢一個寡婦，無憑無據行入去話人哋老豆害死佢老公，指佢俾人趕出街。佢要揾證據，或者揾一個肯企出嚟指證嘅人。但邊個夠膽指證梁家？世容者行到街尾一間玉香燭嘅鋪頭，買咗紮香。個香燭鋪老闆係個阿婆，見佢面色唔好，問佢係咪拜山。世容者隨口應咗句，然後試探問阿婆：對面間梁裕記開咗好多年㗎？阿婆撇撇嘴，開咗成30年啦。梁伯嗰陣做到好大，成條北江嘅米生意都佢話事。世容者又問：聽講梁伯過身之後，間鋪由佢仔女接手？阿婆點頭，係啊，大仔梁兆銘睇數，細仔梁兆華跑碼頭，兩兄弟守得住。世容者再問：咁梁伯以前啲伙計，仲有冇跟住佢？阿婆捻住手指算，走晒啦。梁伯一過身，啲老伙計就俾人炒晒，話係精簡人手，其實係驚啲人知道太多嘢。世容者追問：有冇一個叫大頭福嘅？阿婆面色一凝，望住世容者，眼神戒備。你識大頭福？佢舊年浸死咗啦。世容者話：我識佢，佢以前同我老公行船。阿婆冇再接話，低頭抹櫃台，過一陣先講：後生女，有啲嘢唔好問咁多。北江嘅水浸過好多人。世容者見阿婆唔想講，就冇再逼，買完香就出咗鋪。佢行返出街，經過梁裕記門口，刻意行慢2步。鋪入面個綢緞衫男人，應該就係梁兆銘，抬頭望咗佢一眼，又低頭打算盤。但世容者覺得嗰一眼唔係普通嘅望，而係打量，好似佢一早就知佢會經過。佢心一諗，加快腳步走開，行咗幾條街，佢先停低，靠住牆喘氣。啱啱嗰一眼，令佢覺得梁兆銘可能已經知佢係邊個。點解？因為盧包茶居嗰2個阿伯佢唔會通風報信，定係有人一路跟住佢。佢決定暫時離開清遠城歐，返石角墟再謀打算。但就喺佢行去碼頭搭船嗰陣，有人喺後面叫住佢：亞姐，等陣。世容者回頭，見一個後生仔，年約30，牛高馬大，但眼神閃縮，行近2步，壓低聲話：你係咪梁亞水個老婆？世容者心頭一跳，你係邊個？後生仔四圍望，拉佢入旁邊一條巷仔，話：我係大頭福個仔，我叫霞仔。我知你查緊我老豆同梁家嘅事。世容者警戒望住佢：你點知我查緊？霞仔話：盧包嗰邊有人通知我，話有個女人喺度打聽舊事。阿姐，我勸你停手，呢單嘢水好深。世容者望住霞仔，佢塊面有啲似大頭福，但眉目之間多咗份惶恐。世容者問：你老豆死之前，有冇同你講過咩？霞仔咬住唇，猶豫咗好耐，先至講：佢死前幾個月，成日發噩夢，晚晚驚醒，話見到一個船佬企喺床尾，成身水，叫佢船命。佢又話，當年係梁伯叫佢做嘅，亞水發現船底藏鐵，話要報官，
梁伯就話等佢永遠開唔到口。我老豆收咗梁伯一筆錢，但之後就冇安樂過。世庸者問：你老豆有冇留低咩證據？霞仔搖頭，冇，佢話呢啲嘢唔可以寫低，寫低就會俾人滅口。但佢死前嗰晚突然好清醒，拉住我手講：霞仔，如果有一日有人查呢單嘢，你同佢講，去蘆苞天后廟，廟祝知，但係天后廟舊年燒咗，廟祝都唔知去咗邊。世庸者摸到包袱入面塊瓦片，個梁字好似喺度佛燙。天后廟，佢諗起嗰間燒淨廢墟嘅廟，原來唔係意外火燭。佢問霞仔：你老豆有冇話廟祝叫咩名？霞仔話：淨係知道佢花名叫亞水叔，因為佢以前都係行船嘅，後來上岸做廟祝。世庸者聽到亞水叔三個字，心口又一抽，佢多謝霞仔。霞仔臨走前回頭講多句：亞姐，你要小心梁兆銘。佢表面斯文，其實比佢老豆更狠。佢已經派人留意你。話完，霞仔就快步走咗，消失喺巷尾。世庸者企喺巷仔入面，背脊貼住濕冷嘅牆，手揸住包袱入面塊瓦片，覺得呢單嘢越揭越深。梁伯、大頭福、廟祝亞水叔、燒咗嘅天后廟，仲有梁兆銘派人留意佢。佢一個寡婦，好似行入咗一個蜘蛛網，越掙扎戰得越緊，但佢冇得退，因為退一步，亞水就永遠過唔到橋。佢深深吸一口氣，行出巷仔，往碼頭去。呢次佢要返石角揾盲婆，問清楚天后廟嘅底細，仲有塊瓦片上面個梁字，究竟係亞水留俾佢嘅，定係另有玄機？北江嘅風又吹起，帶住一股陣年嘅血腥味。世庸者知道呢場仗先至剛剛開始。世庸者返到石角墟嗰日，天已經黑齊，福寧巷靜過平日，連巷口嗰隻成日喺度瞓覺嘅黃狗都唔現影。佢行到屋門口，手摸到門鎖嗰陣，停咗一停，鎖頭上面有條新嘅刮痕，似係用鐵線撬過。佢心頭一沉，開門入去，廳入面盞油燈熄咗，但佢記得出門口前明明加滿油。佢摸黑點燈，火光一起，照見廳嘅情況唔算亂，但櫃桶俾人拉出過半，床上嘅被鋪翻起一缺，似有人快手快腳搜過。世庸者冇出聲，逐間房睇，灶頭、神台、床底，冇一樣嘢被掟爛，但所有嘢都被人喐過。佢揭開樟木籠，亞水嘅舊衫疊得好整齊，但最底嗰格原本擺船寶嘅位置空咗。佢明明將船寶帶喺身，所以人哋揾唔到，但佢哋喺度揾咩？係船寶定係其他嘢？世庸者坐喺床沿，心跳得厲害。佢諗起霞仔警告佢梁兆銘已經派人留意你，佢冇諗到咁快就有人摸上門。如果佢今晚留喺蘆苞唔返，聽日返嚟間屋可能就俾人翻到反轉。佢姜幸自己將船寶同瓦片隨身帶住，否則而家已經冇咗。佢鎖反門，用帳凳頂住門背，然後去灶頭煲水，想沖杯茶定驚。灶堂嘅柴仲有少少餘燼，佢撥開灰，見到灰下面壓住一樣嘢，一隻濕漉漉嘅貝殼，北江河灘常見嗰種，殼面有螺旋紋，但顏色唔係普通嘅灰白，係暗公色，似浸過血。世庸者用火鉗鉗起隻貝殼，覺得一陣寒意由指尖蔓延上手臂。呢隻貝殼係亞水生前行船嗰陣，成日喺江邊執返嚟俾佢嘅小玩意。亞水話北江嘅貝殼每隻都住過一條魚嘅靈魂，執返屋企可以辟邪。但亞水死後，世庸者將所有貝殼收埋喺樟木籠底，冇再攞過出嚟。呢隻係其中一隻，邊個會知佢收埋貝殼喺樟木籠底？只有亞水，但亞水已經過咗橋。世庸者揸住隻貝殼，對住火光望，貝殼內壁有人用尖嘢刻咗3個極細嘅字，唔係字，係一個符號，一個圈，中間一橫，似日字，但又唔係。佢記起亞水以前教過佢，行船人喺水上唔會寫全名，經俾水鬼勾暈，佢用記號代表自己。亞水嘅記號就係一個圈加一橫，叫做水紋印，象徵北江嘅波浪。呢隻貝殼上面嘅符號正正係亞水嘅水紋印，但係亞水已經走咗，邊個會喺貝殼上面刻佢記號，再放喺灶灰下面？除非亞水根本未走，佢一直留喺間屋。世庸者望住四周，
廳入面除咗油燈嘅火光，再冇其他動靜，但佢覺得有對眼喺暗處望住佢。佢將貝殼收好，沖咗杯茶，坐喺廳度等天光。嗰晚佢冇瞓，只係對住燈反覆睇隻貝殼同埋包袱入面塊瓦片，瓦片上面個良字同貝殼上面嘅水紋印，佢唔佢有關聯？佢決定天光就去揾盲婆。盲婆住喺隔離村，行路半個時辰，天蒙蒙光，世容者就出門。路上晨霧重，田基路濕滑，佢行到盲婆間茅屋門口，而盲婆已經坐喺門口矮凳上，諗住串黑曜石珠，好似等緊佢。盲婆聽到腳步聲，冇抬頭，只係話：你終於返嚟啦。世容者坐喺佢對面，將呢幾日嘅事由頭到尾講一次。盧包嘅白衣，茶居兩亞伯，天后廟廢墟，霞仔嘅說話，屋企俾人搜過，同埋灶灰下面隻貝殼。盲婆拈珠嘅手停咗，問：隻貝殼帶咗嚟未？世容者遞過去，盲婆摸完貝殼表面，又摸入面個黑印，眉頭一皺，呢個係亞水嘅記號，但黑痕好新，唔超過3日。世容者一驚，3日？即係話有人喺我離開石角嗰幾日，入咗我屋企，將亞水以前收藏嘅貝殼揾出嚟，刻反佢記號，再放喺灶灰度。盲婆點頭，而且呢個人一定好熟悉亞水，知佢有乜嘢習慣，知佢將貝殼收喺邊。世容者腦入面閃過一個名，廟祝亞水叔。霞仔話佢以前都係行船嘅，後來上岸做廟祝，花名叫亞水叔。佢同亞水同姓，又同行船，佢唔佢同亞水有特別關係？世容者問盲婆：你聽唔聽過盧包天后廟有個廟祝叫亞水叔？盲婆拈珠嘅手又停，面色沉落嚟。亞水叔，我識佢，佢係亞水嘅堂叔。世容者呆咗，堂叔，亞水從來冇提過。盲婆續話：亞水叔以前同亞水一齋行船，後來亞水出事，佢就上岸，去咗天后廟做廟祝。我估佢係想喺廟度幫亞水祈福，等佢早啲過橋。但天后廟舊年燒咗之後，亞水叔就失蹤，冇人知佢去咗邊。世容者終於明白晒，塊瓦片上面個良字就係亞水叔留低俾佢嘅提示。亞水叔知道佢有一日去查呢單嘢，所以喺廟度留低線索。廟燒咗，但瓦片跌咗出嚟，俾世容者執到。而灶灰下面隻貝殼更加直接，亞水叔入過去佢間屋，用亞水嘅記號刻貝殼，話俾佢知佢仲喺度。佢知亞水嘅冤情，佢想幫手，但點解亞水叔唔直接現身？因為佢可能被人跟蹤，唔方便露面。世容者問盲婆：我點樣先可以揾到亞水叔？盲婆拈珠拈咗好耐，先答：佢如果仲喺石角附近，一定佢再留線索。你留意屋企周圍有冇亞水以前用過嘅嘢忽然出現。世容者返到屋企，由廳到灶頭到天井，逐串睇，最後佢喺天井角落頭隻水缸旁邊見到一頂竹笠，竹笠舊到佛黃，笠邊破咗個窿，但笠頂用紅繩紮住，係亞水以前行船帶開嗰頂。呢頂竹笠，亞水死後，世容者掛喺灶頭牆上，但舊年換新灶，佢將舊竹笠收埋喺柴房。而家佢出現喺天井水缸邊，笠頂紮住紅繩，笠底壓住一張黃紙。世容者揭起張黃紙，上面用炭筆寫住一行字，字跡匆匆但清晰。聽晚子時，大廟碼頭舊石階見，冇署名，但世容者知道係亞水叔。佢將竹笠同黃紙收好，坐返入廳，對住油燈聽晚子時，大廟碼頭。佢終於可以見到呢位從未謀面嘅堂叔，而佢有種直覺，亞水叔佢帶住比船寶更重要嘅嘢嚟見佢。北江嘅夜霧又喺窗外巉尖聚起，好似一面薄紗，遮住所有唔見得光嘅嘢。世容者吹熄油燈，黑暗入面，佢聽見自己心跳聲，同埋遠處隱約傳來嘅江水拍岸聲。世容者將竹笠同黃紙收好之後，成個下晝都冇出過門。佢坐喺廳度，反覆掂量塊瓦片同隻貝殼，試圖喺腦入面拼湊亞水叔嘅樣。亞水從來冇提過有呢個堂叔，但盲婆話得咁確實，應該唔會錯。佢諗，可能亞水叔同亞水之間有過啲咩約定，或者亞水叔知道嘅嘢，連亞水都唔敢寫落簿。佢又諗起天后廟嘅火，點解偏偏係舊年燒，
係意外定係有人放火？如果係有人放火，亞水叔失蹤就這事得通，佢可能係俾人追，所以先匿埋。天黑之後，細容姐換咗件深色衫，紮實頭巾，等到差不多子時，就摸黑出門。福寧巷靜到得返鳳穿過屋檐嘅聲，連狗都冇吠一聲。佢行出巷口，沿住江邊嘅小路行去大廟碼頭，月光被厚雲遮住，只透出蒙蒙一層光，照得江面似一塊黑布。佢行咗大約半個時辰，去到舊碼頭嗰排石街，呢排石街已經荒廢咗好耐，石面生滿青苔，踩上去滑潺潺。細容姐企喺石街頂，望住漆黑嘅江水，等咗大約一炷香時間，佢聽到身後有腳步，回頭，一個瘦削嘅人影由樹影下行出嚟，着住灰色舊衫，頭戴一頂同細容姐屋企嗰頂差唔多嘅竹笠，笠邊同樣破咗個窿。佢行近兩步，揭開笠，露出一張同亞水有幾分相似嘅臉，年紀大約50幾，顴骨高，眼窩深陷，面色乍黃，但眼神好定，望住細容姐。佢開口，聲線沙啞低沉：你係亞水嘅老婆細容？細容姐點頭，佢續話：我係亞水嘅堂叔，你叫我亞水叔就得。細容姐見到佢，忍唔住問：你點解唔早啲現身？我查咗咁耐。亞水叔嘆一口氣，坐喺石階上，話：我俾人跟住，唔敢露面。舊年天后廟失火，其實係梁兆銘派人放嘅。佢知道我手上有佢老豆走私嘅證據，想一次過燒晒。好彩我預早將啲嘢搬走，但廟就保唔住。細容姐問：你有證據？亞水叔由衫袋掏出一個郵報包，解開，入面有幾張佛黃嘅紙同一條生鏽嘅鐵鏈。佢遞俾細容姐，話：呢幾張係當年梁伯批貨嘅單，上面有佢簽名，寫住米，但嗰批貨實際係鐵，運去廣西。呢條鐵鏈係亞水沉船嗰日，我喺下游沙洲執到嘅，係船底用來固定暗瘡嘅鏈，斷口齊整，係俾人較斷嘅，唔係撞爛嘅。細容姐接住賬單，手震震，單上面嘅字跡雖然褪色，但仲清晰可見，梁伯兩個字簽得好大，下面有日期，正正係亞水出事前2日，鐵鏈斷口平滑，明顯係用工具剪斷，為嘅係等船底暗瘡入面嘅水沖入，令船快速沉沒。亞水叔話：亞水發現咗暗瘡，話要報官。梁伯就叫大頭福較斷鏈，等船行到蘆苞段深水溝就沉。亞水唔識游水，加上俾人綁住手腳，根本冇得走。細容姐聽到呢度，眼淚又飆出嚟，佢問：你點解佢知得咁清楚？亞水叔低頭，沉默一陣，先講：因為嗰晚我喺船上。細容姐呆住，亞水叔續話：當年我同亞水一齊行船，同一船序。嗰晚我哋兩隻船一前一後，亞水嗰隻沉之前，我見到大頭福由底艙上嚟，手上揸住鐵鉗，我即刻落水去救，但水流太急，我拉唔住亞水，只係喺下游執到呢條鏈。我唔敢出聲，因為梁伯勢力大，我出聲只會俾人滅口，所以我上岸去天后廟做廟祝，暗中搜集證據，等有一日可以幫亞水翻案。佢望住細容姐，眼神有歉疚。我等咗10年，終於等到你嚟查。你係亞水嘅老婆，你得名分，你企出嚟，啲人先會信。細容姐揸住賬單同鐵鏈，覺得千斤重。佢問：梁伯已經死咗，呢啲證據仲有用？亞水叔話：梁伯死咗，但梁譽記仲喺度。梁兆銘接手之後，繼續做相同嘅勾當。呢幾賬單只係冰山一角，我手上仲有佢近呢幾年走私嘅記錄。如果你肯企出嚟報官，我嘅證據加上霞仔嘅口供，夠拉梁兆銘。細容姐猶豫，但官府佢唔佢手？亞水叔話：而家唔同以前，民國啦，清縣縣知事換咗人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只要有實據，佢唔敢唔理。況且北江嘅船公府梁家久矣，只要你企出嚟，大把人跟。細容姐咬實牙關，點咗頭。亞水叔將郵報包交俾佢，話：你收好呢啲嘢，聽日就去懸崖擊鼓。我佢喺暗處睇住你。
佢企起身，帶反足粒，準備走，行咗2步，又回頭望住世容姐。世容，阿水有你這個老婆，係佢福氣。話完，佢就印入樹影，消失喺夜色入面。世容姐企喺石階上，揸住郵報包，光風吹起佢頭巾。佢望住漆黑嘅江面，終於覺得阿水過橋嘅路開始有光。但佢同時知道，聽日去懸崖等於同梁家正式開戰。梁兆銘佢點對付佢？佢諗唔到，但佢冇得退。佢摸住包袱入面嘅瓦片，對住江水講多一次：阿水，等多陣，好快。江面泛起一圈細微嘅漣漪，似有人回應。世容姐轉身，沿住小路行返屋企。呢次佢行得好穩，因為佢手上有證據，背後有人撐，而最重要嘅係，佢知道阿水一直喺度睇住佢。世容姐返到屋企，將郵報包鎖入樟木籠底，再用幾件舊衫抹住。佢成晚冇瞓，坐喺廳度望住油燈出神。聽日去懸崖擊鼓，佢一個寡婦對住官府嘅人，要講清楚10年前嘅舊案，講阿水點樣被謀殺，講梁伯點樣走私，講大頭福點樣教斷鐵鏈。佢反覆喺腦入面練習要講嘅話，驚到時潰口疾，但每次驚，佢就摸一摸包袱入面塊瓦片同隻貝殼，當係阿水俾佢嘅膽量。天光之後，世容姐換咗件乾淨嘅藍布衫，將頭巾紮到最緊，帶上郵報包，鎖好門，行出福寧巷。佢先去孟婆度，同孟婆講咗阿水叔交證據俾佢嘅事。孟婆黏住豬，點頭，好，你去啦。但有一樣嘢你要記住，去到懸崖，唔好提阿水叔個名，淨係話你唔知邊個匿名人俾你嘅證據。阿水叔仲要留喺暗處，幫你睇住梁家嘅動靜。世容姐應承。孟婆由袖口摸出一張黃符，遞俾佢，呢張符你袋住，防身。世容姐收好，多謝過孟婆，就上路去清遠。行到清遠懸崖門口，已經係巳時。懸崖大門開住，門口2隻石鼓，鼓面磨到光滑，門口個牙叉企喺度打呵欠。世容姐吸一口氣，行埋去，對住牙叉話：我要擊鼓鳴冤。牙叉望住佢，一個寡婦，面青唇白，但眼神好定，就問：有咩冤？世容姐話：10年前北江米船沉沒案，我老公梁阿水係俾人謀殺，我手上有證據。牙叉聽到梁阿水3個字，面色微微變咗變，話：你等陣。行入去通報。過咗一陣，牙叉出嚟，帶世容姐入大堂。堂上坐住個着長衫馬褂嘅官運，40歲上下，束住2撇須，面色嚴肅，就係清遠縣知事，姓鄭。鄭知事問：你有何冤情？世容姐跪低，將郵報包打開，呈上嗰幾張發黃嘅貨單同鐵鏈，然後由阿水發現暗瘡開始，到梁伯指使大頭福搞鏈沉船，再到大頭福個仔霞仔嘅口供，一五一十講出來。佢講完，堂上靜晒，只有佢自己嘅呼吸聲。鄭知事拎起張貨單，睇完又睇鐵鏈，眉頭鎖住。佢問：你點解佢有呢啲證據？世容姐跟住孟婆嘅吩咐，話係有人匿名交俾我，我唔知對方係邊個，但呢啲嘢係真嘅。鄭知事忍住須，望住世容姐，想睇佢有冇講大話。過咗一陣，佢話：呢單案本官會查，但你要知道，梁裕記係清遠數1數2嘅米商，你告佢哋，如果證據唔足，你會有麻煩。世容姐話：民婦敢以性命擔保，所講句句屬實。大人若唔信，可以傳證人霞仔上堂。鄭知事點頭，吩咐牙叉去傳霞仔，但牙叉出去冇幾耐就返嚟，面有難色，話：大人，霞仔間屋人去留空，隔籬鄰舍話佢昨夜漏夜搬走，唔知去咗邊。世容姐心頭一沉，霞仔走咗，係佢自己驚，定係有人逼佢走？鄭知事面色更沉，望住世容姐，人證失蹤，淨係靠幾賬單同一條鐵鏈，好難立案。世容姐急話：大人，霞仔係經俾人滅口先走，佢之前親口同民婦講，大頭福臨死前承認係受梁伯指使。大人可以派人去盧包揾當年同船嘅老船工，佢哋都可以作證。鄭知事沉吟一陣，話：本官會派人去盧包調查。
你返去等消息，呢段期間唔好輕舉妄動。世容姐見鄭之士態度唔算拒絕，只好叩頭多謝，起身出衙。出到衙門口，佢覺得腳軟，企喺石鼓旁邊喘氣。佢知道呢次告狀雖然未算失敗，但亦未算成功。霞仔失蹤，最灰嘅情況係梁兆銘已經出手，但佢手上有貨單同鐵鏈。鄭之士肯派人去查，已經係好開始。佢行出懸崖前街，準備返石角，行到街口，忽然見到一個熟悉嘅身影，係梁譽記嘅梁兆銘。佢着住件灰綢長衫，企喺一間茶樓門口，手揸住把扇，笑吟吟望住佢。世容姐停低腳步，同佢對望。梁兆銘行近兩步，低聲話：梁家素，久仰大名。世容姐冇出聲。梁兆銘續話：聽聞你去咗懸崖告狀，亞水嗰單嘢都過咗咁多年，你何必勞師動眾？如果係為咗銀兩，梁某可以補償。世容姐終於開口：我唔要銀兩，我要公道。梁兆銘面色一沉，扇子收埋，話：公道？北江嘅水咁深，你一個寡婦企得穩咩？話完，佢轉身行返茶樓，頭都冇回。世容姐企喺街口，手揸住包袱，覺得梁兆銘最後嗰句似警告又似威脅。佢行去碼頭搭船，呢次搭船佢特別小心，四圍望，而冇人跟住先上船。船開之後，佢坐喺船尾，望住北江嘅水，諗起亞水叔講新官上任3把火，希望鄭之士真係會認真查。但佢同時知道梁家唔會坐以待斃，霞仔失蹤只係第一步，下一步可能就係衝佢嚟。佢摸住孟婆俾佢嗰丈黃符，覺得符紙微微發暖，似有靈性。佢對住江水輕聲講：亞水，你睇住我。江面無縫，但水紋輕輕燙開一圈。世容姐知道亞水一直喺度。世容姐返到石角墟，3日都冇出過門口。佢留喺屋企，將亞水叔俾佢嘅證據反復睇，用快乾布抹乾淨鐵鏈上嘅鏽跡，將貨單嘅字跡對住光逐隻字睇清楚。佢驚梁兆銘會派人嚟偷，所以每夜晚將郵報包收喺枕頭底，合眼瞓一陣又攰扎醒摸一摸，見仲喺度先安心。但佢心入面始終懸住霞仔。霞仔失蹤之後，佢託人打聽過，冇人知佢去向，似係一夜之間喺清遠消失晒。世容姐驚佢已經遭遇不測，但又唔敢去梁譽記附近打探，驚打草驚蛇。第4日朝早，佢喺天井洗面，忽然聽到有人拍門，拍門聲好輕，似怕人聽到。佢行去門邊，透過門縫一睇，門外企住個面生嘅細路仔，年約10歲，着住破衫褲，手揸住一張皺嘅紙條。世容姐開門，細路仔遞張紙條俾佢，話：有個亞叔叫我俾你，然後轉身就跑。一溜煙唔見影。世容姐打開紙條，入面只寫咗6個字，字跡潦草，但認得係亞水叔嘅字：蝦仔平安，勿憂。世容姐心頭一重，亞水叔果然睇住成件事。佢將紙條燒咗，灰埋入花盆泥底。佢知道亞水叔唔會俾佢睇到紙太耐，怕留證據。到第5日，懸崖終於有消息，2個差役着住制服，行到世容姐屋企門口，話鄭之士傳佢上堂。世容姐跟住差役行去清遠，一路行一路心跳。去到懸崖大堂上，鄭之士面色凝重，望住佢，話：本官派人去盧包查過，當年同船嘅老船工有2個仲在生，但佢哋都話乜都唔記得，唔肯作證。世容姐急問：大人有冇問過盧包茶居嗰2個亞巴？佢哋知嘅。鄭之士拈須問過，但佢哋話嗰日同你講嘅都係聽返嚟嘅間話，唔算實證。世容姐心頭一亮，有人打過招呼，或者有人俾過錢，令所有證人收聲。梁家嘅手伸得比佢諗嘅仲長。鄭之士望住世容姐，話：你手上淨係得貨單同鐵鏈，鐵鏈只係執返嚟，冇人證可以證實係邊個校斷。貨單雖然有梁伯簽名，但梁伯已死，死無對證。本官想幫你，但證據唔夠，立案好難。世容姐跪喺堂上，覺得成個人凍晒。佢問：大人，如果連你都唔理，亞水就永遠沉於莫說。鄭之士沉默一陣，話：本官有個提議。
你如果能夠揾到多一個肯企出嚟作證嘅人，或者揾到梁家近呢幾年走私嘅實證，本官就可以重啟案件。世容者叩頭多謝，起身出衙，出到衙門口，佢覺得天旋地轉，扶住牆先企得穩。梁家嘅網原來咁大，佢手上有嘅嘢根本唔夠撼動。佢行到碼頭，買咗張船飛，但唔係返石角，係去盧胞。佢要揾阿水叔，阿水叔話過，佢手上仲有梁家近年走私嘅記錄。如果阿水叔肯將呢啲新證據交出嚟，再加埋舊證據或者夠力，佢去到盧胞，冇去天后廟廢墟，而係去咗茶居。佢坐喺角落，叫咗盅茶，等佢知阿水叔一定會留意佢嘅行蹤。果然，過咗一個時辰，有個肉煙嘅小販行埋佢帳台，放低一包煙仔，話有人叫我俾你。世容者揭開煙仔包裝，入面有詳細紙條，寫住今夜子時，舊碼頭第2級石階底。世容者收好紙條，等到天黑，摸黑行去大廟碼頭舊石階。呢次佢行到第2級石階，彎腰摸石階底，摸到一個用油紙包住嘅細包，入面有幾張新嘅貨單，日期係近呢2年，簽住梁兆銘3個字，仲有一封匿名信，詳細列明梁預記近年偷運鐵器去廣西嘅次數同數量。信尾寫住此乃梁家繼續走私之實證，望大人明察。世容者將油紙包收好，四面望，見冇人，就快步離開碼頭。佢返到客棧，鎖好門，將新證據同舊證據放埋一齊，用乾布包多層，塞入3袋。佢知道呢次阿水叔交嘅係真憑實據，梁兆銘親手簽名嘅貨單，冇得抵賴。佢決定第2日即刻再去縣衙，但係就喺佢準備熄燈瞓覺嗰陣，客棧房門外傳來一陣極輕嘅腳步，然後門縫下面塞入一張紙。世容者執起紙，上面寫住梁兆銘已知你在意阿水叔，正派人搜捕，速利盧胞。霞仔。世容者手一抖，霞仔，佢喺盧胞，佢點知自己喺度？但佢冇時間諗咁多，即刻將郵報包綁喺腰間，着反衫，由客棧後窗爬出，沿住後巷行去碼頭。佢要搭夜船返石角，一晚都唔可以留。去到碼頭，靜悄悄，只係得一隻細漁船泊喺度，船頭坐住一個人，戴住竹笠。世容者行近，見到笠邊嘅破窿，係阿水叔。阿水叔見佢嚟到，低聲話上船。梁兆銘派人去咗客棧，遲半步你就走唔甩。世容者跳上船，阿水叔揸住竹篙，將船撐離岸邊。船行到江心，阿水叔先出聲：你收到我俾你啲新證據未？世容者點頭，話收到。聽日我就去縣衙。阿水叔搖頭：聽日唔好去。鎮知事身邊有梁家嘅人，你前腳到，後腳梁兆銘就潰之。你要等一個時機，等縣衙換防，等新嘅師爺到任。世容者問：幾時？阿水叔望住漆黑嘅江面，話3日之後。3日後清縣縣衙會換一批差役，新師爺係由省城調嚟，同梁家冇關係。嗰日你去擊鼓，先有勝算。世容者望住阿水叔，覺得佢好似乜都掌握喺手。佢問：你點解知得咁清楚？阿水叔笠下嘅臉露出一絲苦笑，因為呢幾年我一直喺度等呢個機會，我等新官，等換人，等一個可以攀到梁家嘅時機。你係我嘅棋子，亦係我嘅希望。世容者冇嬲，因為佢知阿水叔講嘅係真。佢哋兩個，一個等咗10年，一個守咗8年，為嘅都係同一個目的。船靠岸之後，阿水叔話：3日之後你去縣衙，我會喺暗處睇住。如果順利，阿水就可以過橋。世容者點完頭，行入夜色，佢摸住腰間嘅郵報包，知道3日之後就係最後嘅依戰。3日72個時辰，每一刻都似用刀仔慢慢割。世容者返到石角墟之後，將阿水叔俾佢嘅新證據同舊證據一併收喺貼身嘅衫袋，連瞓覺都唔除衫。佢冇再出過門口，淨係喺屋企等嘅時候，佢將阿水以前嘅嘢逐樣執出嚟睇。佢用過得嘅煙斗，着到起毛嘅衫袖，寫咗一半嘅信。佢坐喺廳度，對住油燈，
將瓦水嘅遺像由樟木籠攞返出來掛返牆，望住畫中嘅人，輕聲講：瓦水，等多2日，到時佢有人幫你翻案。遺像上面嘅黑淚痕已經乾透，但佢覺得瓦水嘅眼好似比以前有神。第3日天黑齊，世容者終於等到要等嘅信號，有隻雀仔由窗口飛入廳，角上紮住一條弓繩，係瓦水叔慣用嘅傳信方式。佢解下紅繩，雀仔拍翼飛走，紅繩代表聽日可行。佢將紅繩係喺手腕，當係護身符。嗰晚佢冇瞓，坐喺廳度，將所有證據由頭到尾睇一次。舊貨單、鐵鏈、新貨單、匿名信。佢將鐵鏈用乾布抹到反光，將貨單逐項壓平疊好，用油紙包實。天光之前，佢換上一件最整齊嘅深藍布衫，頭巾紮到緊緊，對住遺像拜3拜，然後出門，由石角行去清苑，要個半時辰。世容者行得好快，但每一步都好穩，神霧繚繞。田基路兩旁嘅禾田仲未抽穗，露水打濕佢嘅褲腳。佢一路行一路念，諗定上堂要講嘅每句話。去到清苑懸崖門口，天已經大光，衙門口嘅差役果然換咗面，2個後生仔企喺度，望落精神，同之前嗰個打呵欠嘅唔同。世容者行埋去，話：我要擊鼓鳴冤。後生差役望住佢，問：有咩冤？世容者話：10年前北江米船沉沒案，我老公梁亞水係俾人謀殺，手上有實證。差役點頭，行入去通報。過一陣出嚟話：大人傳你。世容者踏入大堂，現陣之士坐喺堂上，旁邊多咗個着西裝嘅後生，戴住金絲眼鏡，應該就係新到任嘅師爺。陣之士面色比上次和緩，問：你上次話要揾新證據，揾到未？世容者由衫袋掏出郵報包，雙手呈上：大人，呢度有梁預記近2年走私鐵器嘅貨單，上面有梁兆銘親筆簽名，仲有一封匿名信，列明佢哋走私嘅次數同數量。請大人過目。師爺行落嚟接過郵報包，揭開逐項睇，佢睇完之後行返上去，喺陣之士耳邊講咗幾句。陣之士面色一正，望住世容者：呢啲證據相當具體，你係點得到嘅？世容者跟住亞水叔嘅吩咐，話係有人匿名寄俾我唔知對方係邊個，但貨單上面嘅簽名，大人可以派人核實。陣之士點頭，吩咐師爺即刻傳梁兆銘到堂。差役應聲出去，大堂上靜晒，世容者企喺度，手心出汗，但面上保持鎮定。等咗大約半個時辰，梁兆銘着住件綢緞衫，由門口行入嚟，佢面色如常，甚至帶住笑容，向陣之士拱手：大人傳喚，不知有何事？陣之士將貨單遞俾佢，呢幾張貨單係咪你簽嘅？梁兆銘接過，睇咗一眼，面色不變，話：大人，呢啲貨單係偽造嘅。梁預記做米生意幾十年，從來唔做鐵器買肉。有人惡意中傷，請大人明察。世容者忍唔住出聲：你講大話，呢啲貨單係真嘅，上頭有你嘅簽名，你賴唔到。梁兆銘轉向世容者，眼神冰冷：梁家素，你守寡8年，我同情你，但你唔好受人唆擺，用假證據告人。陣之士忍住須，望望世容者，又望望梁兆銘。師爺行近陣之士，又低聲講幾句。陣之士點頭，話：貨單嘅字跡，本官繪清專人來比對。梁兆銘，你暫時唔准離開清苑，等調查結果。梁兆銘面色終於變咗少少，但仲擁持住笑意：大人放心，梁某問心無愧。佢轉身行出大堂，經過世容者身邊，停低半步，用只有2個人聽到嘅聲講：你贏唔到。然後行咗出去。世容者企喺堂上，咬住唇。陣之士話：你返去等消息，本官會盡快核實。世容者叩頭多謝，起身出衙。出到門口，佢覺得雙腳乏軟，靠住牆喘氣。剛才同梁兆銘面對面，佢全身嘅血好似滾晒，但佢知道呢仗先係開始，字跡比對要時間，梁兆銘一定會用盡方法拖延同破壞。佢行出街，正想去碼頭搭船，
忽然見到街角有個人影一閃，係霞仔。霞仔戴住頂尖帽，遮住半塊面，向佢打個眼色，然後行入旁邊一條巷。世容姐跟入去，霞仔見佢入嚟，急聲話：亞姐，你聽日小心。梁兆銘派人去揾假證，話你啲貨單係阿水叔偽造嘅，佢仲要收買做字跡比對嘅人。世容姐問：你點知？霞仔話：我偷聽到，我匿埋喺梁裕記後門，聽到佢同手下講，佢哋知道阿水叔未死，想將件事推落阿水叔度，話係阿水叔因財失義，偽造證據害梁家。世容姐心頭一寒，梁兆銘果然毒，唔單止要退身，仲要反咬一口。如果字跡比對嘅人俾收買，話貨單係偽造，咁世容姐就會變成誣告，唔止告唔入，仲要坐監。世容姐問霞仔：你而家住邊？安全嗎？霞仔話：我匿喺蘆苞一間舊屋，阿水叔照顧我，你唔使擔心我，擔心自己。聽日上堂之前，你一定要揾到字跡比對嘅人，確保佢冇俾人收買。世容姐點頭，佢行出巷，望住天色，黃昏將到，佢知道聽日就係關鍵，佢要闖喺梁兆銘之前，揾到做字跡比對嘅人。佢行去懸崖附近，打探到負責比對字跡嘅係一個叫黃伯嘅老吏，喺懸崖做咗30年，專責文書兼證。佢決定今晚就去揾黃伯。北江嘅夜鳳又起，吹得街邊嘅燈籠搖搖晃晃。世容姐行入墓室，揸住手中嘅證據同埋霞仔俾佢嘅消息，向黃伯嘅住處行去。世容姐冇去到黃伯屋企，佢行到半路，俾一個戴竹笠嘅人影攔住。阿水叔，阿水叔掀開笠，面色蒼白，話：唔使去啦。黃伯半個時辰前俾人發現分咗喺屋企，桌上啲貨單唔見咗。世容姐呆咗，梁兆銘動手快過佢，連貨單都偷埋，冇咗貨單，字跡比對做唔到。佢手上得返鐵鏈同舊證，根本唔夠力。佢企喺街心，覺得成個世界塌落嚟，但阿水叔拉住佢手臂，跟我嚟。佢哋行入一條暗巷，阿水叔由衫袋掏出幾張紙，竟然係貨單嘅副本。我預料到梁兆銘佢出手，所以早2日抄咗副本。世容姐揸住副本，手震震。阿水叔話：黃伯分咗，但副本事前已交俾師爺。師爺係省城調嚟，同梁家冇關係。佢已經比對過字跡，確認係梁兆銘親筆。世容姐問：師爺肯企出嚟？阿水叔點頭，佢係個正直嘅人，應承聽日上堂作證。第2日堂上，師爺呈上字跡比對報告，證實貨單係梁兆銘所簽。梁兆銘面色鐵青，終於收起嗰副從容。鎮知事一拍驚堂木，當堂下令拘捕梁兆銘，查封梁裕記。梁兆銘被差役押走嗰刻，望住世容姐，眼神怨毒，但世容姐冇再驚。佢行出懸崖，陽光曬落嚟，佢行到北江邊，將亞水本船簿一頁頁撕落，放入江水，紙頁隨水飄走，似無數白色船仔。佢對住江水講：亞水，你過橋啦。江面忽然起一陣風，吹散晒啲紙頁，吹起世容姐嘅頭巾。佢抬頭望見一隻白色水鳥由江面飛起，向住對岸飛去，越飛越高，最後變成一點，消失喺天邊。世容姐返到石角福寧巷，推開門，聽入面嘅油燈，唔知幾時自己着反，火苗細細但穩定。佢行埋去，吹熄盞燈，從此呢間屋再冇長明燈，但每個夜晚，世容姐都會擺一隻碗喺台角，裝半碗清水。亞水話過，行船人睇到清水，就知道屋企有人等。